环境部今仔甲水利署签署合作备忘录，要针对治水来进行研究哦。会先针对淡水河的污染整治来研究，双方会伫恒华来设观测站，随时来了解水质的变化。签署合作备忘录，佮翕相纪念，为着迎接气候变迁的严重挑战，环境部的国家环境研究院甲水利署合作，希望将对地理技术等进行研究，也积极开展对气候变迁减缓调适合作应用。我们预计呢，未来这几个月会推出一个透明淡水河的平台，让大家知道说所有的这个淡水河附近的这个水的流域，它的污染的现况，我们都需要中央跟地方的一起来合作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会跟水利署密切的来配合。除了我们自己的监测站之外，还有环境部所辖的水池监测站，哪一些的地方是比较有潜在的这个污染源，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双方先锁定淡水河的污染整治，及时掌握水质变化。另外，因为碳费原来上路，环境部统计有9成企业愿意伫减碳上使用优惠费率。环境部也希望伫2027年走向碳费、碳交易制度相轨制。它其实里面有500多亿是台泥在土耳其还有葡萄牙的水泥厂所贡献的，就很适合，因为它有欧洲的经验。那例如说台积电，它其实未来也会在德国设厂。环境部强调，未来邀请水利业、电子业到欧盟去参与相关会议，学习欧盟的经验，也会参考瓦近日本的推动经验，希望未来和减碳价值由市场机制来决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